新竹市最近正在进行国际展览中心的新工程，想要到这地基挖开，竟然差不多有500吨的废弃物在地土底，唔那个爱开过外过时间来清，佫会造成当地污染。新竹市政府表示会进行调查，也会严格处罚。怪手往回开挖，甲对土骹底挖出来粪扫赶紧处理掉。详细看现场的废弃物，实在坐甲惊人。这是新竹市国际展览中心的新起工程，大量的粪扫唔那致使工程进度延前，佮造成环境污染。处理这些垃圾的成本都会非常的高，那也希望市府能够立即成立这个小组来追查这个问题。这个垃圾要如何的处理呢？市政府更应该要拿出一个积极的态度，还有这个到底的来源在哪里，是我们所有议会呢都非常担心的。展览中心用地正正是停车场，过去上早是台肥用地，后来透过都市计划关乎市政府，应该是已经掩埋一阵子很久了，所以我们会就这个土地当时的使用用途上去厘清一下，这个责任上应该是可能的行为人会是哪个区块来负起这个后续的一个处理的这样一个责任。为了避免影响工程进度，市政府表示已经赶紧派人处理，迈进一步调查，尽快列出粪扫是向台的严格处罚。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